活动，就是迄当阵的想法是想要甲，就是像这个名称号做台湾博览会吼，原则上是要互一般的人去较看会着，讲台语台文伊有啥物款的，会伫啥物款的领域内底出现，还是讲会使做啥物款的无共款的领域的物件。所以大概用这种形式嘛，好一个博览会意思就是。就是台语台文，其实伊实际上有可能有足侪物件，毋过一般人可能无啥注意着。所以像内底就办诚侪无共款的活动形式比如讲讲座，这是一般较拢有诶啦，还是讲行搭吼，就是导览迄款的。另外佫有办一寡，比如讲像迄个放台语的电影，嘛有特别上台文的字幕，有白话字的，甲迄个汉的。南做伙，嘛有请两场是念歌的，像台南即摆有一个团体国语念歌团，伊拢是少年仔，咧参与这个团就对。其他嘛有就是讲座类型的，或是讲像一寡 DIY，比如讲像这是罐头塔，是讲罐头桶，互人去体验。再就是少年仔较介意，就是像即款的乐团。乐团的表演安尼，过来就是讲，比如讲嘛有一寡生态的，另外佫有一场是即个台语市啊，是真正伫迄个盐埕埔迄个高雄，到盐埕埔遮内底真正迄个菜市啊内底，去摆摊安尼，就是利用伊遐的单位，因为伊迄个菜市啊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单无咧用，就是用一工的时间去遐办。一个市啊，过来就是共款迄工用，就是迄个菜市仔档内底去放这个表演。嘛其他的讲座，比如讲像迄个风潮话，属于就是去带迄个piano，钢琴去现场若唱歌，若小解一寡台语的事。嘛有这是亲子台语的活动，其他你讲你厝里有想要有一个全台语的环境要安怎开始安尼？嘛有其他一寡就是无共款的较趣味，较是讲少年人较介意的一寡活动像因为我本牵手是香港人，所以就有即种香港甲台语的一寡议题去讨论安尼。过来就是嘛有请一寡，比如讲戏剧顶悬诚出名的。人来公演安尼，像一开始开幕的是请迄个迄个基进党的主席，比如是请即个吴炳宏，佫有一个这是迄个艺术展览，伊是正特别，伊是用白话字甲北管的一寡元素就是合做伙变做一个艺术展览，嘛特别邀请伊来伫迄个盐埕埔的所在。展览，再来就是找一间册房，典汉册房伊有就是专工，就是迄个月全部有一个专区，就是咧卖台文相关的册。其实伊平常时都有咧卖毋过特别佫有穿较澎湃的册这是大概即个形式啦。迄当阵咧办的时，其实是用一个募资计划，主要即个目的就是一方面是。会使就是得到较侪人的注意一方面嘛是希望透过分众的力量会使去做较侪代志，所以当阵是透过这个平台直接伫募资的时阵，就是直接卖特场的票安尼。除了活动以外，咱佫有出一本迄个刊物简单看一下迄当阵现场的迄个。活动的迄个形式迄个来人我感觉即届活动就是办了真好的一个部分，是因为我感觉即届活动是真正完全是针对迄当阵要设计迄个目标，就是第一就是讲毋是科内底的人，就是其实咱有咧本身有咧参加台语活动、台语运动，我拢希望伊无爱来。希望伊莫来啦，就是因为主要迄毋是咱要爱目标啦，所以其实当阵来参加的人就差不多拢无熟悉所以我感觉这是这活动有值得迄当阵要设
设定的这个目标。啊，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这个活动是完全针对咱未来愿望的，就是台语要传承落去，就是这个青少年朋友吼，因伫这个社会顶有较侪影响力去做这件代志，就是影响较侪人有意识去做这件代志。啊，结果真正来参加的人，拢确实是遮的人，所以我感觉是即届是有值得去当阵设定的迄个目标啊，所以大概你看迄个相片就会看会出来，就是大概来参加的人拢是少年朋友较侪，这是迄个伫迄个盐埕埔大沟顶的迄个行大的活动，啊嘛有去找一寡当地迄当，就是因咧做生意的人啊去甲因带就是导览嘛是讲 DIY 的活动，啊像这现场是咧包柳啊，就是迄个柳啊会使家己做无共款的迄个花布啊，甲伊包起来，无共款的去配合无共款的衫安尼，啊这是咧放电影，迄伫家己厅内底。啊，还有这是伫迄个高雄一间足大间的迄个 shopping mall，叫做 MLD 诶，伊头前的埕吼，伊门口埕遐，我办这个念歌团的表演。其他咱看啊，比如讲像这是就是真正少年朋友较爱，就是讲迄个乐团来听迄个表演。啊，这是迄当阵毋是请规团的，阮就是请一个人尔啦。啊，这是一间伫新开的食面的店内底，所以空间毋是讲介大，迄少年人都介意。啊，还有这是嘛是来做迄个，就是包迄个罐头汤、罐头桶，真趣味。啊，还有像这伫迄个菜市仔内底，这是菜市仔内底真正的单位，甲布置做一个类似一个舞台的感觉，啊，伫遐放 DJ，啊，规个菜市仔是就是暗时仔时间，因为早时仔才有做生意，啊，暗时仔就甲迄个空间规个甲伊就是围起来，啊，就是咱活动做使用，真趣味的一个形式咯。啊，像这是咱迄个市仔内底吼，有就是摆迄个摆摊以外，佫有做 DIY 活动。比如讲像市内底有香港人，啊现场遐嘛有，伊港内嘛有来一个日本人，伊就是专工要来参加这个活动是刻你的台语名，就是咱甲伊的名写做白话字，啊，佫请一个老师甲伊刻。就是伊的名伫顶悬，啊，即种的刻是较简单，就是用迄种符啊、公式啊的方式，就是用迄个刀啊简单安尼挂折会使用啊，现场就会使真简单做会到。啊，这一寡是迄个现场的册顶，啊，除了册顶以外，顶悬佫有做一寡迄个台语的文字的书写，比如讲像即款的形式的表现。就是伫无共款的场合去做无共款的形式，啊，这是有特别一场是带囡仔，就是迄个和家长带囡仔来带因，所以较细汉的嘛是有一寡无共款活动，啊，这是迄个闭幕迄个吴冰峰来演讲的话，大概是安尼。啊，我等下传一份就是。进前有整理出来，就是媒体顶悬有报道，还是讲网络的媒体，还是讲像广播电台顶的一寡消息。这若有时间，大家会使等下，还是会转去会使直接个豆豆看。这有真侪相关媒体顶悬的风扇。我着先简单讲到这。等于我先真欢喜听阿勇吼。伊迄个口音家己讲起来足亲切的吼，可能敢若像咱伊讲无啥物资料通学吼，伊可能是对文字才学，因伊是看字才学音吼，伊可能是一个咧问吼，所以发音吼，敢若囡仔咧学老母的话，足好诶，所以真感谢伊安尼，会使对伊讲话，会使知用足侪心去学台语吼。但是迄边我问一个问题，你睇到有讲了一个吼，你讲你要吸引少年人，内底我有看到你一个就是。港台就是香港的，甲台湾的
本所话本所讲，迄是咧什么款的活动？我真趣味想要知迄是什么意思。嘿，这因为迄当阵设计活动的时阵是旧年，因为旧年香港就是开始迄个反送中的活动嘛，就是相关的游行的，所以其实旧年开始香港的议题伫台湾就真热啦。所以迄当阵就会去想讲去做一个香港相关的一个议题啦。因为阮看手是香港人，所以就是我甲伊做伙主持这个活动。因为阮一开始有想讲，其实要用，莫想就是甲其他的，因为其他其实真侪活动已经有办，类似香港的议题，拢是咧讨论就是香港的现况。所以阮迄届活动是用一个较趣味的主题啦，就是因为其实像我有咧教册，定定听到迄个囡仔是讲少年辈，因其实大概使用台语的时机就是错干掉啦。所以阮是主要是用这个方式去特别去讲这个主题啦。其实内底其实是用这个物件来请人来听尔啦。后壁当然是唱一寡相关的就是语言的议题伫内底啦。像比如讲，阮就讲到讲香港迄当阵伊有做一个运动，就是伊全部做侪块运动，其中一个运动内底是伊跳舞伊无爱写汉字，伊全部拢甲就是香港话写做迄个拼音的方式。因为其实因的书写全部拢是用汉字啦，就是伊若是用写香港话的口语来讲因就是有一段时间跳过安尼写，因为因若写做用拼音的来写，迄个中国人是看无啦，因为袂晓看迄，所以有内底有唱一寡类似即款的即种语言意识的议题。对，就是讲我11月，我有机会等去高雄，我有去找虾米，伊去带我去个盐埕埔个菜市啊。你即摆知影我迄传统的菜市啊，即摆拢慢慢拢一直准备无去所以伊就去咱有看到一张相片，就是甲迄个普通个卖鱼仔个猪肉店甲做起来，用迄个咧生活较水咧办活动。我是感觉讲，即摆人咧讲拄更啦，其实是即摆传统的菜市嘛，足需要拄更。是讲伫迄个伫我遮即个山基是讲遮 Santa Monica 遐第三街是讲帕萨蒂娜遐乌塔，因咧本地嘛是拢足落水的，拢无啥人要去的城市即摆因城市特别提钱出来甲翻新好，即摆拢是算讲上好的店，拢走去遐所以我是感觉讲，即个台湾博览会其实这嘛有真大的即个经济的意义伫内底啦毋是干那讲台语啦因为应当开始咧邮币的时候，K 米实在是足规模的啦，伊办代志拢爱足detail拢规定讲爱40岁以下的人才会使去，所以我拢无啥敢去，拢点去甲看伊咧创啥拢毋敢去甲市长。我想讲，你敢有一个老伙仔出来，我市长去甲破坏掉。人伊是规模是认真。对，我讲的好意思的规模啦。我即个人足凊彩歹势，我阁补充一个，就是拄则讲到今年迄个台北博览会想要做，是其实我今年一直咧想讲要办啥物款活动无当然就是今年就是迄个武汉肺炎真严重，所以尾仔无考虑讲要办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若逐当去办这个活动，其实对我来讲是足忝的，因为迄当阵其实你看活动其实办足大啦，20场的活动，几个月活动，其实算起来其实敢3-4个人咧办尔，所以其实足忝。我去当阵差不多3-4个月，就是逐工精神就是负债，无够去困安尼。其实迄足忝的，所以我无才调逐当拢安尼舞啦。另外一个就是讲，迄当阵其实办这活动的目的，毋是主要是来参加的人毋是讲因来参加，毋是重点，是我主要重点是即个形式要办出来是要互人看到，所以其实来参加的人当然伊是
有来参加真好。毋过迄当阵其实我都有按算讲，伊若真正去时到真正无人来参加要安怎？哦，所以我主要办这活动的形式是要做一个媒体的效应的应效啦，就是希望讲人看会到讲，原来其实台语台文会使办即款的活动。啊，当然时间，我嘛迄当阵嘛按算讲，若真正现场若无人，我嘛爱找一堆人来，互人看起来讲感觉做事人安尼啦。啊，当然迄其实内底有一寡方式会使来操作，啊，主要目的就是要互人看会到讲，第一就是讲，即个活动办会起来，啊，无主有成功啦，真正嘛有诚侪少年朋友来参加，啊，当然就是互人看到讲，原来这个活动嘛会使算，就是台语台文相关活动嘛会使算。所以其实我办这个活动目的第一就是要希望较侪人看会到有这个形式会使出现。第二，我是希望讲有咧办活动，也是讲有较有想法的人，是讲有咧关心这相关议题的人，伊会使嘛会使去做一个参考，讲原来其实台语台文会使办即款的活动，上好因拢学去啦，安尼我就毋免去办啦。这是其实是我上大的目的啦。今年就是换一个方式，就是想讲，用转换做迄个线顶，因为今年大部分拢关伫厝，也是讲较少出，当然台湾较无啦。毋过我是想讲，网络媒体的影响，其实伫即几冬。尤其是对少年朋友来讲，其实影响力是愈来愈大，甚至可能全部拢是网络媒体来的。这网络媒体其实拢毋是公众媒体，拢是个人媒体。所以我就是咧想讲，我透过用这个机会也是讲伊特别伊的角色，尤其个是美国人来去做一寡找一寡无同款的台湾人来访谈访谈了做一个影片放伫网络顶悬。来试看卖即个效果到底好，因为这影片伊是佫会使去长期，就是可能几啊冬后佫有人佫有机会佫会使看到，也是讲咱可能后手佫做无共款影片，伊会使佫累积，因为后壁伊若不管是若看到，佫会使去找头前的影片来看，就是变做这是会使滚价较长期的效果。像迄当阵原本活动其实当规划2个拜6礼拜尔。尾甲一个人参详了，就建议讲，用较长的变做1个月延顾嘛，是因为讲即摆活动其实诚济啦。你若干那办1-2礼拜，其实人拢知影了，就活动就结束啦。所以大部分就是较建议讲活动甲时间拖较长，伊若有来参与，消息有出去，豆会加入侪人入来。大概是即个想法啦，所以即马开始就是甲用开始要做一个，就是即马访谈的甲做影片即个计划。咱会当甲你请教讲到目前为止，你即摆已经约到几个人想要访问的？除了迄个金鸡演社剧团迄个王永如，迄个恁约好势啊这部分会使请用补充者，因为我主要是望是透过伊出面去干用，因为其实伊去约台湾人访谈这件代志，甲我去约的迄个感觉是完全无同，所以我有特别拜托伊出面去邀请安尼，请用补充者。我已经有问几个都，因为之前嘛有迄个。林参佐甲赛 Q 迄个单片位已经有做翕过影片嘛，我有上迄个林参佐的直播赛 Q 嘛是所以我就甲因问干嘛参加因拢有已经有应啦，就是等爱找时间，因的时间无好找啦，无好找其他各项下面。我袂记得。我有迄个要联络迄个电力滚有无下面我有送一张批互你，你感觉你也袂甲我汇款你感觉写安尼会使？我是应该无啥问题啦。主要是想讲要透过顺天美术馆的馆长啦，因为
因有一寡送600几张图倒去互台湾，啊，所以伊含郑丽君有一寡私交啦，啊，所以我是有含迄个陈维良馆长吼，我有含伊讲诚久啦吼，啊，但是伊是讲即摆丽君即摆大部分的时间拢囥伫迄个顾囡仔啦，吼，啊，伊爱到明年才会转去台湾迄个国美馆的代志才会落去，所以伊听起来介成讲，我会感觉讲伊即摆联络毋是讲足尔密切啦吼，啊，所以我是阁有拜托张伟嘉来高雄吼，啊，张伟嘉伊可能伊含也较熟，啊，张伟嘉伊是讲应该郑丽君会诚欢迎即种的访问啦，啊，所以你若感觉无问题吼，啊，我就拜托，我即摆就拜托即个韩馆长吼，来甲代转，吼，安尼好无？感谢。后来，咱阁有其他的人想要问无？啊，无我来问下米啦吼。我知影讲你旧年吼，你足侪活动你拢有设定人数吼，足侪活动拢差不多40个就满额啦吼。啊，你遮侪场吼，差不多出席率啥物款？敢有拢有满？啊，啥物款的吸引着少年人的效果较好？其实若照卖票的状况，其实比我原本设定的是有较好啦。差不多应该有七成八成左右啦，就是有票卖出去的。当然，其他有一寡是就是做公关的、做宣传的，也是讲票卖较少的，就是搁邀请一寡人来参加啦，吼，是讲做一寡公关等等。形式，所以现场其实你看起来参加的人大部分就是我看相片内底看到安尼，我是感觉有比原本说想的有较好一块。啊，迄当阵考虑的点就是讲，其实头一摆办这哦，这活动嘛毋知到底有法度吸引到偌济人啊。第一就是讲场地嘛毋敢用伤大，第一因为伊成本嘛较悬啊。啊，第二就是讲。时到若真正无人来参加，我嘛是爱靠遐济人，我嘛爱靠有够人啦。啊，所以就是迄当阵个就是讲，因为我就是咧筹备的这个团队，佮甲职工来人数来讲，其实拢无讲介济啦，就是真正要办迄种做大型活动，百几人、200人，我实在是较无法度应付啦。啊，所以迄当阵就较保守，讲人数的。也较暗的，就是莫伤济啦。啊，主要就是重点，迄个媒体效果就是有办这活动的，看起来做大型的，啊，做请赢规个月活动，主要这是目的啦。所以实际迄活动到底办了人数多少，就是毋是绝对100%，咱主要的目的是讲真正爱有每一个人拢来参加，迄毋是上重要的目的啦。当然，迄是最重要的目的。啊，所以大概迄当阵人数设定的状况差不多是安尼。啊，再来就是拄有讲到，就是虾米款的活动会较声青少年朋友，其实足简单，因就是爱迄种较趣味的啦，较无正经的，也是讲较就是少年气的啦。少年气，比如讲像乐团表演即款的。少年朋友就诚介意啦，啊，你若是讲艺术展览的，就无一定。哦，像艺术展览当然是，咱是设定是伫一个开放空间，就是因只要边仔有人行，伊迄个空间是24点钟的，就是毋免讲你甲申请还是有人伫遐顾的，就是24点钟你才有边仔可以看得到迄个物件。啊，毋过你若讲真正要去看的人，就是较少。哦，因为一般的人其实对可能台湾人无美学教育啦，就是对这种物件就无一定讲有兴趣。所以其实大家爱看迄种无共款的类型。啊，毋过迄当阵咧设计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看的是无共款类型的活动，莫全部拢是某一种类型的活动，因为安尼变做讲活动的形式较受限制啊。迄当阵设计目标是希望讲。
互无共款领域的人拢看着，其实台语嘛有遮的人，嘛有会使办遮的活动，嘛是无共款的形式，其实拢做会出来。迄当阵主要几个目的是安尼。我是感觉除了来参与的人以外，其实有真侪青少年朋友啊，我买酒较了解，就算有一寡是后来较熟悉等等，我是感觉因拢有受到，加减拢有一寡影响。我迄当阵设计即个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去影响一寡青少年朋友，就是因其实本身嘛有影响力的人，就是伊会使去做一寡无共款的代志，比如讲像。我有一个志工，其实我嘛甲伊无啥熟悉，伊主动来找我，伊是台南市病院的医师啦。伊活动结束了，伊就去做一件代志，就是伊伫伊的病院内底报告的时阵，伊对全病院医师报告的时阵，伊就改换做台语，伊过去毋捌做过，像即款的。也是讲迄当阵活动嘛有，比如讲迄个。因为临时有来采访迄个台语市啊，迄工做老热的因为迄活动其实刚尔，所以过手有人看到新闻想要去参与的时阵，伊就去现场找啦，就是去迄个菜市啊，结果伊找无，伊就凊彩去一间店内底遐坐咧，结果就甲迄个头家开讲，迄个头家尾伊有写出来，就是讲即件代志无，其实我毋知影。就是写出来讲，有一个人专工去找伊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结果伊就自头到尾拢甲伊讲台语安尼，所以伊嘛变做讲伊想要逐工开始嘛是，希望甲一寡人会使连续讲台语安尼，像安尼款的。再来就是比如讲像，我嘛是有一个朋友主动走来找我，伊其实是咧做迄个 co-working space， 就是迄种共用的空间的利用的，其实伊有做真侪。无共款的领域的朋友去结合啦，所以伊主动是来甲我斗相共一寡，比如讲营销的活动等等，伊就买手像即马伊就甲我配合开，伊伫迄个 co-working space 开一个台语的课程，去招伊一寡朋友来上课，所以我是感觉这影响拢加减有一寡豆咧传，因为其实像即马。不管什么运动，还是讲活动形式，大概拢是一款迄个团的方式，差不多拢是安尼，毋是讲有法度讲到一个就讲全部的人拢有真大实际去执行的即个影响力。我是感觉即马你要达到即种成果是真困难啦，因为即马社会顶的议题。所有的无共款领域的物件伤济啊，那有机会我是感觉有可能就变做是像一种某一个领域的人会做注重的一个议题，还是讲活动哦，差不多是安尼。安尼我阁问一个问题哈，问了我会来插电啦哈。我知除了 BC 以外哈，阁有其他电视是来去访问无？你感觉讲？像讲因这派去甲你访问的记者吼，因是用什么语言甲你访问？来用台语甲你访问的时阵吼，因的台语能力什么款？媒体其实有来电视媒体面试公司台语台视，伊是有派一个团队来做一个节目，叫做《青春咱的梦》。不过伊的节目其实是较俗。就是班的人本身做的一寡代志伊嘛是较俗，就是看无共款的人咧讲啥，所以伊较无法度去亲自去讲即个活动实际到底望要做的代志是啥。不过记者拢是一个宣传伊嘛有正做一个节目安尼，1点钟的节目因为迄就较长。其他的网络媒体嘛是有啦，就是迄种平面的网络平面的媒体。不过其实我家己的感觉啦，甲我细想其实嘛差不多，就是像我之前有看资料，即马有咧看电视的人，其实少年朋友可能无到一半啦。就我了解现实生活当中的熟悉的人，其实差不多拢无咧看电视。
啊，所以你讲电视媒体，我是感觉效果可能无啦，因为像你当阵我知影有人看到电视媒体来，可能拢是年岁较大的人啊，因可能较有咧看电视。所以其实若针对青少年朋友，也是爱透过一寡网络的宣传大概是安尼。阿勇啊，一个问题啦，那个真好奇迄阿勇啊美国人话单位讲遐尼好，还是什么动机，还是是毋是因老爸因老母其中一个是台湾人？伊台语讲甲安尼实在是真无简单，真无容易。比方较好伊个会使小可回答一下。应该是安尼啦，就我知影已经是文化有迄个讲法嘛，什么语言是文化的灵魂啦安怎？但是意思就是讲，我到台湾了后才知影，台湾甲中国的会分辨嘛。我就想讲，若台湾想要做家己做，比如讲台湾独立免讨论遐尼深，但是就是一定爱一定爱包含语言伫内底，语言是真重要。你较无可能干那迄个中国语尔，搁来做家己迄真困难。所以我就因为我嘛是想袂住伫遮我无打算要转去所以这真重要啊。所以伊的爸爸妈妈拢毋是无台湾人拢无。无，我拢无简单啦。台湾几年啊？连续几年？伫台湾连续几年？要13档啊。13档。因为我敢会当请教你你中文较好还是台文较好？中文较好。你中文较好。你中文较好，台文嘛才好着。阮真歹势呢。因为阿勇毋係干那是，我拄则咧讲伊是迄个电脑工程师伊语言较不止100，伊嘛有教学伊嘛有教学的经验。你会当讲你对写即个白话字的看法无？白话字哦。你安怎用白话？你感觉讲你若要学台语你是先按你本地你就会晓中文嘛，对无你就会晓华语嘛所以讲安尼敢袂讲，互你来学台语较简单？你讲白话字啊？对，就是讲你即摆咧学，你用汉字来咧学较简单，还是讲用一种白话字来咧学较简单安尼？当然是白话字，因为就是讲话，语言是讲话嘛。迄个我有翕过一块影片解说者迄个对汉字的迄块啦，毋知恁敢有咧看？就是讲语言是讲话啦，毋是写字。写字是较换才有诶物件啦，就是讲话几落百万档就讲话为主嘛。所以你若甲迄个语言的音直接写落去，就是一定是上简单，因为你看迄个代表音的文字，就是甲讲话差不多的意思。若是像汉字较爱你若看台湾囡仔因是先学讲话，我是讲中文因是先学讲话才来学即个汉字。若是外国人想要学，毋管是中文还是台语还是啥物语言，其他语言拢共款。你一定爱先学迄个发音的规矩，所以你一定爱先学迄个漂音的文字。若是讲即摆的台湾少年囡仔较袂晓讲台语的，因嘛是共款，就是爱为发音开始所以就是白话字多谢。我甲当请教你我知影你最近阿花师恁有做一个节目叫做
英台 Express 啊，我拢固定有咧甲你看啦吼。我感觉讲做甲真好吼。啊，你敢会当阮解说一下讲，你摆敢你迄个能力讲，偌济人咧甲恁看，啊，咧甲恁看诶人到底是拢虾米款背景诶人？你敢有法度人去做即种诶分析？哦，这有啦，我爱看一个，我无较无咧做，我抛开等一个，这个数字分析 YouTube 内底拢有，所以阿华遐我毋知，我敢若看到我家己诶嘛，啊，我只是譬如讲过去这是我诶 YouTube 啊，大部分嘛是迄个 Inter Express， 啊，过去一个月有16万迄个。迄叫做曝光次数，就是有显示互人看即个物件诶迄个指数。啊，大部分我看伊嘛有迄个观众，我是差不多2/3是查甫诶，啊1/3是查某诶。啊，大部分是差不多25到45岁较侪。哦，安尼足好诶咧。嘿，啊六成伫台湾，啊2成伫美国。哦，2成伫美国咧。哦。嗯。啊，你家己诶影片，你含迄个你有家己诶影片嘛？吼。嘿。啊，你是拢安怎去找题目？啊，你除了你家己以外，你敢有团队哈？专门咧甲你？无，我无团队啊，家己一个人尔。家己一个啊，所以迄个影片拢你家己加诶。对。哦，你足够诶咧。专联。嘿，啊，我是感觉讲，迄个字幕吼，迄个英台 Express 啊，你有英文诶，啊后白话字诶吼，我安尼感觉讲咧看吼，感觉讲。加看足有安尼嘿，啊，尾嘛有一寡价值嘿，因为我其中做这个字幕的目的，因为我咧学因为我嘛有学过其他的语言嘛，像中文当然啊，佮有学过进前有学过迄个法国话甲迄个荷兰话，啊，迄阵我感觉看影片、看电影、电视啊，看字幕真好用啊，但是。台语其实是较无即个，应该是讲完全无白话字的字幕。所以我想讲，若是有其他人想要安尼学，啊，因就无啥物选择啊，无媒体通看，所以我就家己来做。啊，其实这部分字幕的部分，嘛有介侪人反映讲，就是感谢有，因为即个字幕真吃力嘛，因就有遮侪人感觉有路用啦。有哩无有足大诶帮衬啦。哇！你安尼做这真无简单诶！啊，你差不多平均，我感觉你介少一礼拜，你介少有出一题嘛？吼，你即马差不多数量差不多啥物款？你除了你英台 Express 一礼拜一遍嘛，对无？吼，啊，你其他诶遐个物件，你差不多是安那？你敢无讲固定，还是讲你有时间较侪时间就做较侪？嘿，除了应该 Express 以外，拢无固定啊，就是看我个人诶想要讲啥物，还是看敢有啥物访问诶对象。啊，像最近迄个嘛，迄个台南美术馆啊，后礼拜佫有可能后几礼拜要放迄个甲迄个假朋友。我前2礼拜前有甲假朋友翕一块，啊未看。假朋友是啥物款背景？假朋友迄个。假朋友迄个唱歌啊，歌手。唱歌。哦，伊嘛做红诶吼，歌手。看有其实有诶时阵有诶人来找我，但是我较无嘿，要来讲，我真picky。你嘛算紧张啊？你咧紧人啊？我都对。算咧紧人。啊，像讲阮遮做观众诶吼，
要安怎甲你斗骹手？即马就是选团尔啊，分场啊。啊，问题哈。你敢知影讲有一种方法吼，去买广告，迄敢会当讲，互你增加量足大？佮讲一下，什么广告？就是讲 YouTube 吼，伊敢有种方法吼，你会当甲伊买广告啊了，互你的点阅会增加足济，敢有即种的哦，方法？你讲我互 YouTube 钱啊，因甲我的影片广告安尼。还是 Facebook？ Facebook 是有啊 ，YouTube 是无，毋过迄个因为我的主要观众是要安怎讲 early adopters 这一款，所以若是互较侪人看，可能较无效啦。爱家己愿意点入去的人较有效。好，多谢。咱时间吼6:30差不多啊吼，啊已经过3分钟啊，所以咱阁有上尾一个机会啦吼，互观众来问啦吼。好，安尼无咱今仔日咱就到这结束，啊，真多谢阿勇含迄个虾米吼，咱大家拍扑克来感谢一下吼，加油！加油加油，赞赞！